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睇道聽途說 TSA 第一次嘅訪談錄。今日嘅課題係關於執骨或者拾骨。講起人骨，大家應該會諗到死亡，諗到不潔，甚至會諗到一啲會令大家敬而遠之、不寒而慄嘅一啲經驗。好奇怪，身邊有一個好朋友、好嘅學生，呢個年輕嘅年青人。點解會選擇執骨作為佢其中一個嘅發展方向？其實我最初開始真係接觸人骨係機緣巧合啦。簡單嚟講，我嗰陣時就係喺我哋學校度其中有一個課程，咁佢就講人類歷史啦。咁然之後就有一次居然可以入去一個我哋叫做人骨實驗室入面去幫手去睇一啲真係過身嘅，即係留低咗人骨或者骸骨啦，咁於是乎就慢慢地開始接觸多咗，咁然之後隨住我慢慢喺入面工作啦，咁有時都會越嚟越多就係話可能要幫手去教其他新一陣嘅學生點樣去認知呢啲人骨啊，點樣去從人骨入面分辨佢哋嘅性別啦或者年齡啦，咁於是乎就慢慢做下就做到而家都仲繼續做緊。咁但係過程之中咧，你有冇恐懼？或者會唔會有啲，即係一般我估坊間都會可能大家會覺得會唔會有啲奇怪嘅事情啊，或者一啲令你自己不能夠解釋嘅一啲經驗出現過咧？講翻個感受先啦。第一次入去的確係震撼嘅，因為當你突然之間眼前係一副真係曾經存在過嘅人遺留落嚟嘅人骨嘅時候，咁你點樣去應對，其實都係好大嘅一個課題。咁我記得嗰陣時，我哋第一次真係我哋班入去嘅時候咧，咁我其中一個同學係感到都幾不適嘅，咁又好快就已經睇咗大概5分鐘度就已經要離開啦咁樣。咁即係我係即係點解會有情緒？通常3個好大原因啦。第一就係因為嗰副骸骨可能係令你諗起一啲啱啱屋企過咗身嘅老人家，咁所以你就會好容易會想像翻你老人家，咁就會唔開心啦。第二種咧就係通常嘅一啲小朋友或者一啲 BB，咁通常你見到好細個，甚至乎連啲骨都未開始融合埋一齊嘅時候，咁你就會覺得哇，咁細個咁年紀輕輕已經離去啊，甚至乎有啲可能有啲病痛啦，好明顯見到你見到成排脊骨咧係黐埋晒一齊嘅，咁你會 feel 到好痛啦。咁當你見到呢啲嘅時候，都會好容易有情緒。咁第3種情況係咩？就係當你見到一個同你年齡啦、性別都好似嘅一個個體嘅時候，你就會突然間想像好似面對緊自己咁樣。咁當你拎住嗰一下，嗰個份量都會令到你可能比較需要靜落嚟咯。咁所以我哋平時喺嗰個人骨實驗室入面，無論係我哋自己做也好，定係我哋去帶領新嘅同學仔入嚟都好，我哋都好重要就係要睇下點樣去處理大家嘅情緒咯。咁至於驚唔驚嗰樣嘢，我覺得好重要就係大家要知道，即係我哋入去做也好啦，或者其他同學嚟都好，最重要係知道我哋其實係想幫佢哋咯，即係揾翻佢哋嘅資料，好之後先話就係揾翻佢哋嘅年齡，揾翻佢哋嘅性別，揾翻佢哋以往嘅生活啦。咁係喎，都係幫助佢哋為主，咁所以就唔會話好擔心話咩啊，會唔會有佢哋嚟即係鬼魂嚟搞我哋啊？咁就應該就唔會，即係大家只要帶住一種係我嚟幫助佢哋嘅心，其實都可以唔使太擔憂。咁當然我自己咁覺得啦，咁我屋企人有時都會有啲怨言講下嘅，即係有時佢哋都會話農曆7月就唔好去咁多啦啲地方咁樣，或者話嗰個磁場唔好啊，唔好成日掂啊咁樣。咁頭嗰陣時，的確佢哋會驚多啲，但係都慶幸啦，叫做我爸爸可能佢本身嘅職業都有時會接觸多啲呢啲嘅情況嘅，咁所以佢自己都接觸多嘅時候，可能大家嗰一個抗拒有冇咁大，咁慢慢地大家都接受咗我一個好中意玩人，即係去玩靈異也好，去接觸人骨嘅一個職業也好，因為係喎點解我咁中意人骨又好，點解我咁中意啲靈異嘅傳聞又好，其實同我自己本身生日好有關係，因為我嘅生日其實好近 Halloween。
咁每次一準備去到 Halloween 嘅時候就我生日，跟住就好開心咯，即係哇每次一嚟到 Halloween 啊，跟住有啲人骨啊，有啲骨頭啊，有啲蝙蝠啊咁樣，咁就真係我有生日禮物收啦。咁即係變成我好中意睇鬼，好中意接觸嘅。咁所以當我真係可以慢慢去發現，咦原來呢份職業係一嚟我唔抗拒嘅嘢啦，而咁你點都要有人做㗎嘛，即係你點都要有人去幫手保管呢啲嘅骨頭，你點都要有人去幫手去照顧而家僅餘嘅我哋嘅嗰一啲嘅庫存啦。咁即係咁嘅情況下，咁有人做，我願意去做，我又唔抗拒，咁我就係喎，於是乎就慢慢喺入面處理。